AEO 答案引擎優化等，每日5萬個 AI 搜尋，有機會優先推薦你嘅品牌同埋產品。各位老闆，試想一下，當潛在客戶唔再只係喺 Google 揾邊間好，而係直接問 ChatGPT、Claude 或者手機 AI 邊間香港公司可以幫我解決問題。如果 AI 嘅回答第一句就係推薦你公司名，仲附上你嘅網址，你覺得呢個轉換率會有幾高？係76%嘅轉化率啊！所以領先一步完成 AEO 嘅公司，等於喺 AI 時代攞到一張 VIP 入場券。喺同行仲未曾反應過嚟之前，你已經接收晒所有經由 AI 搜尋流過嘅客源。而 AEO 全名 Answer Engine Optimization 係令 AI 理解你，並將你作為最佳答案推薦俾用戶嘅手段。AI 唔係只睇關鍵字咁簡單，佢會分析你網站嘅權威性、結構化數據同埋內容邏輯。AEO 嘅工作就係將你網站嘅資訊翻譯整理成 AI 最中意睇嘅格式，確保 AI 係抓取資料時唔會遺漏咗你嘅公司資料。只要 AEO 做得好，AI 甚至有機會高度評價你公司。我哋 XCL Technology 依家正式為香港中小企推出 AEO 網站體檢服務。我哋會透過專業嘅掃描技術，幫你釐清楚到底現時大型 AI 模型點樣評價你嘅網站，你嘅品牌嘅 AI 心目中係咪值得推薦？我哋會幫你全方位提升 AI 對你品牌嘅印象分。我哋提供免費 AEO 深度掃描，仲會幫你分析報告，確保你嘅網站可以被 AI 高效抓取。唔好等對手做完先嚟後悔。AI 轉型唔係口號，而係依家就要做嘅行動。即刻點擊下方連結，登記免費 AEO 掃描。我哋仲會提供初步嘅優化建議，立即聯繫我哋，開啟你嘅 AEO 轉型之路。呢個服務係免費㗎。